其實最重要嘅咧就係話，我哋而家今年花咗呢個七巨頭花1萬億美金啦，去做呢一個 AI 嘅相關嘅投資咧 ，Capex 啊。咁呢一個1萬億嘅資本開支，佢需要幾耐你先可以睇到回報咧？而家暫時係冇回報嘅。咁同埋而家你冚咁多錢，同埋咧出年07、08年27、28年咧，據說咧仲話要冚多下1點幾萬億落去嚇，每一年1點幾萬億。咁我覺得係好誇張呢一個呢一個投入。咁但係如果你連續3日投入1萬幾億嘅美元嘅資本開支，我相信你可能要3年甚至更加長嘅時間，你先可以睇到有回報嘅。咁同埋咧，我哋而家見到就係話，即係雖然呢個 corporate 呢個即係呢個公司層面咧，我哋的確係見到有好多公司咧用呢個 AI 咧去代替人啊，去慳成本啊，去成係的確係有生產率嘅提高，或者係有呢個盈利增長嘅幫助啦。咁但係有更加多嘅就係呢個消費端，即係呢個消費者嘅呢個 adoption 咧，其實佢嘅 monetization 呢個即係變現啊，呢個將投入變成回報咧，咁呢個變現嘅過程咧係遠遠慢於大家預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有好多種因素咧都會導致到咧佢盈利唔係話不及預期，而係話佢比你預期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先可以獲得。大家好，歡迎回到飛時財經，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剛才大家聽到的是洪浩的一段發言，他在這段發言裡對最近科技巨頭交出好業績卻依然暴跌的市場現象提出了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判斷。今天我們就結合最新的數據，簡單看看他的判斷到底在說什麼，以及他對普通投資者意味着什麼。剛才這段發言裡，洪浩主要談到了2個問題，我們一個一個來看。第一點，他真正擔心的並不只是市場漲得太快，而是前期龐大的資本支出和消費端企業盈利之間已經出現了明顯脫節。這個判斷和很多投資者目前的直覺不太一樣，大家往往只看到巨頭們亮眼的當期營收，但其實變現的速度遠遠跟不上燒錢的速度。因為從最新的高盛研究數據來看，今年華爾街對科技巨頭們的人工智能資本支出預期已經上調到了5270億美元，甚至7550億美元。然而從6月份開始，大型人工智能巨頭之間的股價相關性已經從 80% 暴跌到了 20%。這意味着市場已經不再為所有的人工智能概念盲目買單，資金正在拋棄那些盈利增長承壓以及靠借債來維持投資的公司。當前行情真正依賴的已經不是單純的算力堆砌，而是實實在在的收入兌現。第二點，他談到的是投資回報週期的拉長必定會引發估值修正，這個部分我基本認同，但也要補充一點，目前不同市場和企業之間的表現並不完全一致，並非所有投入都會變成沉沒成本。市場上仍然有部分雲服務平台因為證明了資本支出與收入之間存在清晰的聯繫，從而獲得了資金的青睞，所以不能把變現慢的結論機械套到所有資產上。近期身邊有做投資的朋友明顯出現了一種焦慮心態，擔心人工智能泡沫隨時破裂。最近和一些市場參與者交流時，能夠明顯感受到風險偏好的變化。目前不少普通投資者更關心的不是長期估值的宏大敘事，而是短期內到底還能不能繼續上漲。在這樣的關口，盲目追高或者恐慌拋售都不是明智之舉，認清基本面的分化才是關鍵。好了，今天的解讀就到這裡。剛才我們只是結合最新的市場情況，簡單梳理了洪浩這段發言裡最值得關注的幾個觀點。下面我們把時間交給洪浩，完整聽聽他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希望大家看完能有所收穫。謝謝大家的關注，我們下期再見。咁我唔知洪生你點樣評即係摩通呢個報告啦？係咪呢一啲實質嘅一啲質疑咧？咁啊，同埋係咪真係呢個板塊冇市場預期得咁樂觀？同埋其實係咪就係針對亞洲咧？講真，你美股都係啦，美光出咗個業績咁好，咪又係跌；你三星出咗咁好，又係跌。根本係咪成個環球嘅市場？而家大家揾一個藉口嚟去推低個價咧？唔可以咁樣講啦嚇。咁我就唔直接評論我哋同行嘅呢個睇法啦。咁我自己講下我自己睇法啦。咁其實最重要嘅咧就係話，我哋而家今年花咗呢個
七巨頭花1萬億美金啦，去做呢一個 AI 嘅相關嘅投資咧 ，capex 啊。咁呢一個1萬億嘅資本開支，佢需要幾耐你先可以睇到回報咧？而家暫時係冇回報嘅。咁同埋而家你冚咁多錢，同埋咧出年07、08年27、28年咧，據說咧仲話要冚多下1點幾萬億落去嚇，每一年1點幾萬億。咁我覺得係好誇張呢一個。呢一個投入，咁但係如果你連續3日投入1萬幾億嘅美元嘅資本開支，我相信你可能要3年甚至更加長嘅時間，你先可以睇到有回報嘅。咁同埋咧，我哋而家見到就係話，即係雖然呢個 corporate 呢個即係呢個公司層面咧，我哋的確係見到有好多公司咧用呢個 AI 咧去代替人啊，去慳成本啊，去成係的確係有生產率嘅提高，或者係有呢個盈利增長嘅幫助啦。咁但係有更加多嘅就係呢個消費端，即係呢個消費者嘅呢個 adoption 咧，其實佢嘅 monetization 呢個即係變現啊，呢個將投入變成回報咧，咁呢個變現嘅過程咧係遠遠慢於大家預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有好多種因素咧都會導致到咧佢盈利唔係話不及預期，而係話佢比你預期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先可以獲得。咁呢個時候咧，你就好容易所謂俾人證偽啦嚇，因為你一直都冇 return 嚇，咁所以咧你前期呢個1萬億抌落去之後咧，咁其實你要好長一段時間先可以睇到收入嘅。咁所以呢度亦都會導致到就係話 AI 嘅投資同埋佢股價上升，更加有可能嘅係一波一波咁嚟嚇，即係升一波嚇，咁然後回撤，甚至係一個好顯著嘅回撤，咁然後見到即係當呢個市場咧見到有收入之後咧，你再升一波咁樣嘅。我真係同以前個行法唔同喎。之前你見到咧，譬如以港股嘅硬件股為例啦，譬如好似建滔系嗰啲咧，哇一味咁樣衝，但係而家就唔係啦，高位係反覆，即係衝一波，然後就回一波急嘅，再衝一波咁樣嘅一個交易嘅 pattern 係嘛？我認為大概都係啦嚇。咁我覺得呢啲情況咧，即係不僅僅係一個基本面嘅呢個盈利嘅增長嘅速度啦嚇。咁我哋啱亦都講咗下，美光啊同埋三星其實佢盈利增長無懈可擊嘅嚇。咁但係佢股價仍然係暴跌啦。咁我除咗呢個今年交易咧，除咗呢個因素之外咧，咁其實有好大嘅因素就係我哋量化交易。咁量化交易咧就係專門揾啲嗰啲高 price momentum 啊，即係價格動能嘅咁嘅呢啲股票咧去交易嘅。咁所以咧亦都會導致到一個所謂嘅 negative gamma effect，即係呢一個負加碼 effect，即係呢一個股票咧升嘅時候可以冚冚聲升得好快，但係跌嘅時候亦都跌得好快嘅。咁所以呢啲亦都造成咗我哋股票市場入邊嘅部分個股咧，佢嘅波動，個股股價嘅波動係大幅超過咗整體市場嘅波動。無論美股亦都係咁樣，或者係我哋港股亦都係咁樣啊。咁所以我哋港股睇到好分裂嘅行情，就係一部分股票 AI 相關股票咧升到冚冚聲，咁但係好似阿里啲股票咧，從就跌破發行價都有份㗎。咁所以呢啲都係大家喺交易嘅時候需要注意。啱啱咪話咧，衝一波，然後調整一波，再儲力，再向上衝一波。嗱，我哋而家係叫做跌緊一波啦，下一個再衝一波，咁我哋係等緊啲乜嘢原因啊？即係嚟緊嘅一啲業績期，再新嘅一啲業績咁樣去鞏固翻大家嘅信心，先可以再衝一波啊？定係我需要等緊咩因素呢個跌浪先至叫做完咗？佢可能唔係以季度嚟計嘅，係啊，即係佢可能你哋衝一波，譬如我哋依家係4、5月份衝一波啦嚇，咁然後回落之後，咁一般嚟講咧，回落嘅速度會遠遠快於，甚至會遠遠快於你呢個上升嘅速度嘅嚇。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講就係啲拋物線式嘅上漲一定係迎嚟拋物線式嘅下跌嚇，呢個 exponential move。咁所以呢個亦都會造成咗市場咧大幅嘅波動啦。咁所以 AI 係一個長期嘅故事嚇，即係大家知我哋應該係以5甚至係10年咁樣嘅去眼光去睇啦。譬如話我哋00年呢個互聯網泡沫破滅嘅時候咧，咁去到20幾年之後，我哋先升翻去00年嗰個位嗰個高位嘅，你知嘛？咁所以但係咧喺隨住雖然呢個00年泡沫嘅破滅咧，咁我哋喺接下落嚟嘅20年咧，咁我哋連00年見到嗰啲所謂嘅
呢個天馬行空嘅預期啊嗰啲，甚至類似科幻嘅預期，咁其實喺後來嘅20年咧都實現咗嘅嚇。咁所以咧，但係大家亦都要區分就係 AI 嘅科技嘅進步、技術革命咧，同埋呢個股價表現，佢係唔係好一樣嘅東西嚟嘅。高位回得幾急喎，咁啊以譬如好似港股隻建滔集團為例啦，我哋6月20幾號見過高位，唔夠1個月咧，其實就腰斬咗超過一半落嚟。呢兩日叫做反彈翻啲，但係其實頭先你睇都係衝一波落一波咁樣嘅行情嘅話，咁點去即係而家大家個策略係咪同之前好唔同咧？即係而家有貨冇貨咁點做咧嚇？呢個板塊係點玩嚟嘅又？我覺得可以唔好咁搏住啦嚇，即係雖然你有技術反彈，我知道有啲朋友可能想搏技術反彈啦，譬如有韓股嚇，即係一日熔斷，一日跌停，一日漲停，一日咁樣，我覺得好難玩嘅嚇。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係以前有低位攞到嘅朋友，你可以忽略呢啲波動啦。咁但係喺高位嘅朋友咧，咁其實係應該係利用呢個反彈去暫時出貨嘅。OK， 港股亦都明顯見到一個資金輪動去到其他板塊嘅情況啦。你見到 AI 硬件股由高位回落之際啦嚇，咁啲大型互聯網平台 ATM 嗰啲咧，咁終於有得彈翻。洪生，我見到即係你睇下半年個資金會輪動去翻啲互聯網平台、消費同啲高息股。個原因係啲咩咧？點解係呢幾個板塊咧？因為如果你睇成長板塊，相對於呢啲傳統板塊咧，咁其實佢個超額收益已經係去到歷史好極端嘅位置啊！咁佢大概率係會出現一個均值回歸嘅咁樣嘅狀態嚇，即係冇一個東西可以永遠升唔會跌嘅。OK， 咁同埋咧我哋啱亦都講咗有啲股票咧，佢因為佢呢一輪所有資金咧輪動去呢個科技硬件板塊咧，亦都造成咗呢一啲股票咧，佢嘅估值係受到嚴重咁壓抑嘅，咁佢亦都有估值恢復嘅一個需求啦。咁所以咧，呢啲咧都會導致到喺呢個資金輪動。咁所以整體大市嚟講，你可能即係佢個波瀾不驚啦嚇，因為你係資金係從一個板塊輪動另一個板塊。咁但係板塊之間嘅表現嘅分化就會越嚟越明顯嘅。如果係話睇好互聯網平台，即係個邏輯好簡單，就係諗係咪配對翻嗰個指數要上翻去邊啲位置咧？我記得我哋之前做節目嘅時候，你提過，喂，最差可能恒指今年要見22,000，佢22,000嗱見過啦，即係未去到齊頭或者係22,000，但係之前你講嘅一個預測，其實某程度上都達咗標，係咪真係意味住個調整其實完咗？所以嚟緊指數會繼續有一個反彈嘅趨勢。所以 that's why 你會覺得互聯網平台就可以去揀。我覺得一定會仲有一波挫折啊！咁呢一個主要都係認為咧，有幾個好大嘅不確定因素，大家要注意。一個就係呢個美國嘅通脹啦。咁所以我哋琴晚見到6月份嘅通脹係好預期啦嚇。咁但係呢個通脹好預期嘅原因，最大嘅原因係因為呢個燃油價格嘅喺6月份表現係比較低嘅，即係因為6月份係佢話要停戰又成啊嘛。咁但係7月份我哋入翻7月份，我哋而家見到就係油價又去翻就嚟90㗎啦。咁所以咧呢個燃油嘅價格係冇可能長期處於一個低位嘅。咁呢個一定會導致到7月嘅通脹咧係會超出咗預期嘅。咁同埋咧我覺得更加重要嘅就係話，其實美聯儲今年以嚟佢仍然喺度擴表啦。咁所以咧美國嘅流動性嘅供給咧，咁其實佢仍然係未有衰竭嘅。咁所以咧喺咁強嘅流動性嘅供給嘅環境下咧，咁其實你係好難見到呢個通脹係趨勢性咁樣走低。你可能見到一兩個月下單升浪，即係彈嚟彈去啦。咁但係你要作一個通脹已經見頂、趨勢性下跌嘅咁嘅結論咧，咁其實我覺得係做不出嘅。咁如果喺呢個時候，我哋咁樣諗，如果喺呢個時候，我哋突然間見到通脹嘅趨勢發生一個好強嘅變化，但係 at the same time，我哋又見到咧呢個所謂嘅呢個AI 嘅基建啊、AI 嘅資本支出咁大嚇，咁仍然出現咁大嘅通脹下滑咧，咁一定係表面嘅需求係弱於預期，咁呢個反而係一個更加壞嘅消息嚇。咁所以呢啲係我認為大家喺考慮嘅時候，即係或者我哋做預測嘅時候咧，我哋需要考慮嘅因素啦。咁仲有就係呢個特朗普因素啦，嚇咁呢
6月份話唔打啦，又話要和談啦，而家又話要重新打啦嚇。咁我覺得呢一種咁樣嘅談判同埋呢個狼來了嘅次數實在太多啦。咁所以佢是否喺市場下再次出現大幅波動嘅時候，佢是否可以用佢嘅口述去拯救呢個市場？咁呢個我覺得去到呢個關口嘅就存疑嘅。